你哋唔好當自己做快餐店，要當自己開演唱會。顧客入嚟睇表演，當顧客行出門口仲仍然識哼你哋隻歌嘅，你哋先可以叫做成功。係。早晨，請問要乜嘢？炸雞一件。請問試唔試薯條呢？冇興趣啊！多謝5個8啦。咁貴嘅，搶錢啊！啊！價錢由公司決定。你仲駁嘴？哎呀！我打你啊！你仲笑？你係隻狗嚟㗎！對唔住，冇熱狗賣，歡迎光臨。好多顧客會無理取鬧，我哋係唔可以駁嘴嘅。分組練習。早晨，請問要乜嘢？你死㗎，死白痴！對唔住，你有罪不忍心。調轉做。早晨，請問要乜嘢？你死㗎，死白痴！對唔住，你有罪不忍心。繼續做，調轉做。我哋係快餐店，效率最緊要。炸雞生產得唔夠快，就滿足唔到生意額。24秒，世界紀錄，最慢。丹尼係所有員工嘅大家庭，你哋要團結，攜手向前，創造明天。的愛，為你照前方，同你披荊斬棘，為你衝破前途路障，獻出千般愛心俾丹尼，一切都奉